老婆，回来啦，好香啊！辛苦啦，去洗手吃饭啊。老婆，别这样，快坐下来吃饭。尝尝我做的汤怎么样？好。哇，好喝吗？这是我喝到的最好喝的汤。那你就多喝点儿。好。李欢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说吧。我的房子已经找到了，可能这几天就要搬走。你说什么？我的房子找到了，房东还要收拾一下，所以过几天就搬走。为什么要搬走？孤男寡女的长期住在一起，只会让别人说闲话。再说你以后还要娶妻，我还要嫁人，我不想让别人误会。什么叫我要娶妻，你要嫁人？你是我的妻子，你要嫁给谁啊？我不想争论这个问题。你在皇宫的时候，好吃好喝的招待我，你到这儿来，我也没钱招待你。我们的卡上有6万块钱，我们2个1人1半。你不用担心我，我的小说每天都有钱赚的。我把钱已经取出来了，你现在也有身份证了，可以去办一张卡，这样也方便。是因为叶家，他不让你跟我一起住是吗？和他没有关系的。我本来就独立自主习惯了，做什么事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。当然了，你也一样。我从小就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。之前我们没有钱，才迫不得已住在一起。现在我们有条件了，就没必要将就了。那既然是这样，还是我搬出去吧，你就还住在这儿。我是一个男人，我自己去找房子。之前我不要，我有能力赚钱。吃饭吧。
哎，我说哥几个，今天没问着啊！来，都开起来玩！来！李焕，来一起跳舞啊！你们跳吧，我不会。没事儿，走吧。我真的不会。大哥，嫂子怎么没来啊？不是说好一起来吗？他今天有事情。哦，那你跟我们一块跳舞去啊？走啊！你们去吧。对啊，真不会。还古行了墓派的。，我哥哥是来自星星的，他要说不会啊，是真不会。那行吧，走，行了，去了。来。你没事吧？是不是太累了？没事，刘强，你先出去吧，我自己待一会儿。有事你喊我啊。好。晚上好。晚上好。先生你好，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吗？朕要出宫。出宫？那一集，洗手间在哪？洗手间在前面右转就到了。他猛然回头，是迦叶。迦叶挣扎着的身体摇摇晃晃倒下，背心插着一支利剑。迦叶的面色白如金纸，他的心破碎成一个大窟窿，仿佛能听到血和骨肉的碎裂声。他奔过去，跪在他身边，用尽全力抱住他。迦叶，迦叶，妙莲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平安回去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好好活着。